根據 Home Office 最新嘅方針咧，一啲通過危險手段非法入境英國嘅人咧，將唔能夠再獲得公民嘅身份。好明顯啦，呢個咧係想打擊英國難民嘅問題。但值得留意嘅係咧，當中亦都涉及到唔少背景審查嘅更新。如果你又或者屋企人喺未來有計劃申請英國公民嘅身份咧，咁你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。重點消息啊！近日咧，英國政府就將公民身份呢個審批進一步咁收緊，除咗剝奪咗一啲偷渡人士嘅申請資格之外咧，更加嚴格咁樣去審查申請人嘅背景。例如啦，第一，有冇犯罪嘅記錄，包括刑事或者民事嘅記錄；第二啊，有冇啲財務嘅問題，例如一啲欠稅啊或者債務嘅問題；第三，有冇啲欺詐嘅行為，例如有冇偽造虛假文件啦，或者提供虛假嘅資料。過去如果曾經有不誠實嘅行為呢，將會冇辦法入籍。例如話啱啱提過嘅虛假陳述啦、非法工作、逾期居留呢一啲呢，都會被政府視為一個違反誠信，有機會影響到入籍嘅機會㗎。今次英國政府加強審查嘅目的呢，係確保移民人士能夠符合社會嘅價值觀，同埋打擊難民呢個問題。所以啦，如果你有計劃去入籍嘅話呢，記住要確保自己嘅移民記錄乾淨啊！千祈唔好有非法工作啦、超時居留嘅記錄。其次咧，係確保自己財務狀況健康，唔好有欠稅，更加唔好因為欠債而導致破產。如果過往有破產記錄嘅呢，記得要誠實咁樣申報所有資料，千祈唔好提供虛假信息。如果你對英國入籍或者移民有任何嘅問題呢，歡迎聯絡我哋 UK Majesty， 等我哋去幫你了解最新嘅規定，確保你嘅申請能夠順利獲批。聯絡嘅資料呢，我擺咗喺 description 入邊。覺得呢條影片幫到你嘅朋友，歡迎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去支持我哋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多謝你嘅支持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